接下來鏡頭多種來台灣，我帶你來看地方民俗文化。台灣光復前後，新竹新埔正月班的花燈遊行是盼那個大棚個鬧熱。停辦50年過後，4年前地方人士過3萬個開始恢復嘅一個傳統。今年嘅天空太期盼，正香港福宮閉關嘅半個世紀嘅王爺陸三山國王，要再過來出巡迎接。為到也地方紅嘅大發通，早喺半年前，向起無分老嫩大小，用家庭做單位，又係真神扣班，又真係打鼓班，而潛轉地方嘅傳統文化，重現新埔人嘅驕傲。鑼鼓聲鏗鏗鏘鏘，人送來一台又一台嘅花燈車，提新埔正香遊行，人千人萬，真係鬧熱，看唔得幾多。路唱係節奏不雅聲，也係新埔正香傳統嘅正月班吊花燈，已經50年冇拍呢，一直到4年前，能又再個重新恢復。吊牌是按咯，倒燈，用晒我們各里啊，各區各里哈，而家狂人嚟做，都比賽。競賽就丟，我們鬥你的燈，你鬥我的燈，丟來丟去。你知道有的是恭賀的燈，有的是消遣你的燈，有的是罵你的燈。燈裡面的含義裡面就有那個含義，互相鬥。很多人在講說以前怎麼辦，怎麼辦？啊，街頭跑來街尾鬥，街尾跑去街頭鬥。那個街尾的人推着一隻雞沒有尾巴。哦，推着來街尾逛一圈，糟糕，大家就是有雞頭沒有雞尾巴嘛，又蓋頭冇蓋尾，蓋尾已經未這小個子，面目加蓋尾，上面冇蓋頭，我就又蓋尾冇蓋頭，咁嘅意思，掉來掉去嘛。呢度迎接按鬧熱排場嘅花燈遊行，新埔民俗工藝店工廠杜康已經開始先準備愛裝花燈呢。2014新竹人嘅個花燈彩節到新埔節啊，新埔節，我哋要重新把這個歲末龍王重新再現啊，我哋會有乜嘢做呢？我哋會老娘做一個大規模的整修包括地板都會填起。還有嗰種所有的那個枝節啊、破損啊，我們通常全部會做一下台經理，到明年2014嘅先，等大概彩節先來本台這個更耳目一新啊。正月班花燈迎接，地方看做係太公景，就連新埔鎮福士王爺嘅光復宮，隔個50年過後，未愛再個迎王爺。因為新埔嘅花燈啊，到3年前，現在50年啦，到3年前又恢復咧。那麼今年7月啦，我接王爺宮嘅主任委員啦，我是想以神廟為主，帶動呢個花燈。同時呢，因為呢個廟為主呢，所以有王爺嘅出巡。王爺嘅出巡離不開新橋、老鼓，還有客家嘅前頭，所以我就會提倡新橋、老鼓群變客家嘅前頭。搖大力一點吧。今年50年嘅世界講神轎嘅人做出已經老嘅，可所講火用前個年，前到嘅地方紅嘅南美人來整神轎班學講神轎。王家係到自學行業嘅形狀做新埔大很多年咧，未按到講讀書來後，呢下事業未停咧咯。
是回馈咱着地方上的着文化来讲，是按照新港按照新埔才提乡音的文化，所以讲对参加了新桥班来讲，就是讲按照回馈乡里啊。其实广和宫很久都没有用神教班，然后因为这次看到有招生，然后就想要看一下，要过来参加。喊出来啊！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喊啊！1、2、3。对去年7月起始，神轎班1礼拜训练1到，一旦对最基本的70步练起始，都見慢慢的查到講神轎的優點。今日暗部正式上圖，要讓輪椅，天內行又濕又滑，一下冇注意，就有人打溜溜。意外是还好的，比较不会。今天突发状况。神轎班的成員，有人係正業軍人，有人係先生，咩有泥水師傅，傳人點咩頭家。雖然一旦做冇共用嘅業嘅，唔過有人共用嘅想法，為到地方文化傳統，為到皇爺嘅信仰，共用如果出心來做。基本上逐禮拜5風雨無阻，台地日為大家會上來練。該在地方上，大家人強心強力強下來出力，長有可能成功誒。我覺得來這邊都是為那個神明在付諸，我覺得很好，就是要時間啦，大家要配合着來，這樣久而久之，大家默契就有練足了。明年的2月15是神明要出巡的時候，我們都會利用現在的有空多餘的時間來練習，因為是為了明年的那個熱鬧一點。除了神轎班以外，強實驗打鼓班每體共項3萬點，成日探研設置都有。本身對鼓有興趣，然後加上看到，就是路上有張貼那個海報，所以就來報名了。我是爸爸去參加神教，所以我就跟着來這邊學。練打鼓是講，沒冇講當困難啊，是講係有心愛學。是當簡單啦，你自家是到下創練，累到2秒度咧，大家強下打鼓是會見有興趣啊。半年前，早就開始準備愛練，新埔人團長一班花燈洋街，看做係沿途嘅太公園。希望團辦事業無見到嘅菜地文化傳統，一系列潛回來，要在嗰本大家人看到。